永林金屋开设至今已经2个多月，880个单位当中有101个单位还没卖出，其中一房一厅的单位有多達81個無人問津。立法會議員何潤生批評，金屋政策缺乏規劃，導致供求錯配，令這些單位慘變極樂。對於最終有可能成為雞肋嘅一房嘅單位，其家庭嘅結構同埋經濟嘅能力呢，等等呢啲早已經係產生咗變化。原本嘅一啲嘅申請嘅一啲嘅訴求，已經係唔能夠滿足現時嘅實際嘅需要。有一部分人係適應係一房一廳嘅，例如包括兩個家人嘅組合嘅家團啦，排除咧即係當時佢選擇嘅時候咧係嗰時係單身，而家係已經係改變咗係兩個人㗎啦，故此咧。佢係有多一次機會去揀兩房一廳㗎。儘管一房單位剩貨多，但譚光明並不擔心這些倉體貨沒人要，未來也不會減少一房廳的供應量。比例我哋係當時都係按輪候選擇經屋嘅人士，佢嗰個選擇 T1、T2、T3 嚟到作出呢個分配㗎。根據房屋局的資料顯示，目前全澳鎮輪候一房一廳單位的家團共有2299個，但同一家團可同時輪候一房和2房一廳的單位，這樣會否再導致剛開售的湖畔金屋一房一廳單位出現滯銷情況，還有待進一步觀察。澳亞衛視蔡佩信、王紅軍澳門報道。